后来乡亲啊，倒位明仔载开始，亚洲19个国家，东欧1国，甲这个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甲纽西兰旅游的警示，拢提升到第3级的警告。啊，所有互咱列为3级警告的国家，入境台湾的免签证嘛隆重取消。 法国餐厅拢无人，欧洲受到疫情影响真热力，真个国家纷纷封城。除了欧洲，指挥中心嘛公布提升第3级警告的国家，亚洲的19国，包括日本、新加坡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等，东欧嘛新增加1国摩尔多瓦。美国3州、华盛顿州、纽约州，也有加州，即马3级警告的国家来台湾的免签嘛隆重取消。 特殊的理由，经过外管的签证之后，才能够进到台湾。但进到台湾仍然要维持居家检疫14天。全世界疫情是有够乱，机场拢是想要坐飞机转去的游客，要么航班接乱，台湾人伫国外嘛想要赶转来台湾，和澳洲飞台湾的票价一直起，像本来英国飞台湾差不多25000块的机票，即马起到35000；法国2万块的机票嘛起到3万，有甚至取消航班。 目前来讲，一定是欧洲最乱。现在大家都会顾虑到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可以选择航班比较少，非长途线的转机的选择点真的是很少。即马连纽西兰航空到6月底前拢暂停台北的航线，机票专家讲建议要伫国外民众会使加转几摆仔机，虽然有较忝，不过会使较早转来到台湾。